哇！對咧，已故鋪王阿鄧成波就沽咗觀塘開源道啦、鴻圖道交界位置呢間嘅羅伊店啦，同埋呢個叫肥仔茶餐廳，但係 not exactly 一間餐廳嚟嘅，其實後面呢個叫做係工廠食堂 food factory 嚟嘅，咁就food factory 嘅 canteen 啊，就所以變咗個就道理上咧，因為入邊貼住咗就唔可以招待外來人士嘅，純粹係即係工廠嘅員工先可以啊。咁所以可能咧有啲咩嘅容忍費啊，點樣交嚟？表面正公睇落咧，回報租金講緊8厘，但係實質上咧會唔會個容忍費係業主俾啊、租客俾邊個俾嘅時候咧，我就唔係最肯定住。咁啊，但係就呢一間嘅鋪頭，肥仔記茶餐廳咧，第一個工廠嘅食堂啊，同埋呢個嘅 Triumph 嘅內衣店，咁喺度做內衣就成交咗係2500萬銀主盤啊，7年蒸發咗80%。原本買入嚟嘅時候咧，當初都唔係好明點解咁貴嘅價值啊，係1.33億，7年前1.33億買入嚟啊。咁之後就賣咗2500萬，就蒸發咗80%。租金咧係講緊內衣店啦，同埋食肆合共係17.2萬，回報係講8厘回報，夠晒高啊！嗱，而家啱啱 lunch time 時段咧，你睇到人流咧係好多。向翻嗰邊就講緊喺觀塘港鐵站方向咧，呢個就開源道啦，就一路行嘅時候，前面鴻圖道啦，講呢個嘅餐廳肥仔記啦。嗱，門口咧就冇招牌嘅，冇招牌一般你都知道啦，就係工廠食堂。所以寫到明咧，就係只招待本大廈嘅工廠員工使用。佢橫掂喺度，等陣要上遲啲用法。一般都係咧，因為只係大廈嘅員工嘛，雖然唔需要招牌。咁側邊你見到呢啲牌咧，就全部都可以拎走啦，明唔明啊？整招牌就唔得嘅。同埋側邊就係呢個內衣店啦。啱啱好就近住呢個嘅鴻圖道利寶時中心，2800萬嘅時候都大件㗎啦，圖則你見到，咁當每間鋪頭1200萬，咁大家人流咁上網，咁 OK 嘅。但實際上租金回報係幾多？個容忍費點交法嘅時候咧，就有待探討啊，就未必係8厘嘅面咁高嘅。咁所以我唔敢亂俾分，但係感覺都超高分嘅呢啲位，都起碼7、8、9分位啦。我係鄭永生，部基金創辦人李根興，大家努力加油，拜拜。